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技術課堂，我係 Ivan。上一個課堂咧，就同大家講咗量能解比當中唔同趨勢當中嘅成交量啊、常態量、變態量嘅使用咧，係喺上升篇嘅，係咪？就大家講完上升篇，咁今日咧就要同大家講翻橫盤篇咯。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啦，如果喺成個市場當中，單邊嘅上升又好，或者單邊嘅下跌又好，其實佢嘅時間咧，一般嚟講都唔會持續太長嘅。實際上如果我哋用實踐中嚟講咧，係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屬於橫盤嘅，所以橫盤當中嘅成交量啊，咁呢方面咧，對於大家嚟講，其實應該係大家運用得最多嘅嚇。所以今日咧就重點同大家講下橫盤篇。喺橫盤入邊咧，咁啊佢嘅成交量嘅常態量、變態量咧，佢究竟係點樣咧？有乜嘢特點咧？有乜嘢可以即係啟發到大家，可以有咩提示咧？咁啊，今日我哋嚟同大家講一講啊。好，我哋先講咁點樣判斷係邊一種橫盤需要運用到均線咧？咁我相信喺均線呢樣嘢上面咧，就好多朋友都非常之中意嘅，因為其實技術分析嚟講，無外乎係兩種。一種咧就係用 K 線，咁另外一種啊，梗係用均線啦。因為我哋所有嘅睇盤嘅軟件入邊咧，絕大部分都會有自帶嘅均線俾你嘅，例如5日啊、10日啊、20日啊之類嘅。好，咁我哋要同大家講翻橫盤嘅時候，需要用到乜嘢天數嘅均線咧？喺長期均線，大家知道咩叫長期均線啊？均線係分為短期嘅、中期嘅同埋長期嘅。咁短期咧一般係5、10、20。咁中期咧一般係30、60、90。咁長期又去到120同埋250。咁呢個咧係系統自帶嘅。咁所謂嘅長期均線，咁至少大家都要知道，至少都要去到120日啦。120日均線屬於長期趨勢最應該係即係最細嗰條啦，因為再大啲去到250日均線啦。好，咁長期均線，大家睇翻下邊呢幅圖嚇。長期均線如果佢個方向係向下嘅，咁股價咧又長期喺長期均線下面運行，咁呢種形態係屬於強定係弱咧？我諗大家一眼就睇得出。咁如果長期均線係抬頭向上咧，但係股價咧距離個長期均線仲比較遠咯喎。當中短期均線向下嘅時候咧，咁啊有少少問題啦，因為佢距離長期嘅均線比較長時間，所以佢需要用調整嚟等待長期均線即係上翻嚟啊。咁如果長、中、短個均線咧，如果係合埋一齊，咁從原來向下嘅到依家如果向上，咁代表啲乜嘢？咁以前就係向下噶嘛，咁依家係向上啦，咁代表趨勢已經發生變化。好，咁啊喺呢度咧最緊要嘅一點就係底部嘅橫盤就好值得大家參與嘅，但係頂部嘅橫盤就要睇後面嘅成交量咯。咁啊下跌橫盤咧。下跌中嘅橫盤咧，咁啊大家就完全唔可以參與噶啦，因為你參與係得個字，大家都知啦。好，你睇翻呢個底部橫盤嘅時候，大家睇翻底部橫盤，基本上所有嘅均線都係向上嘅，120日同250日均線都係向上。咁呢個底部嘅橫盤，係咪十分靚仔？所以同大家講，底部嘅橫盤係好值得大家參與嘅。好啦。咁啊，下跌中嘅橫盤咧，下跌中嘅藍色線係250日，咁啊原來係上嘅，而家下啦。咁其他均線又掉頭向下，所以呢一個頂部嘅橫盤又好，同埋下跌嘅橫盤又好，值唔值得參與啊？係唔值得參與啊，各位朋友。大家一定要記住啦，呢個係最基本嘅。如果呢個大方向你都唔可以把握嘅話，咁你經常買翻去咁啊下跌嘅橫盤階段係好正常嘅一件事情，因為你睇唔明啊嘛。好，咁點樣睇成交量啊？咁成交量咧正常都係5日、10日同埋20日嘅，多數情況之下咁樣睇啊。咁成交量都係用呢幾個數值嘅。
呢幾個數值，咁呢個無需多講啦。咁大家都知道，大概都係用呢個5日、10日同埋20日。一般嚟講會用到5日同埋10日嘅均量線會比較多啲，20日會稍為比較少啲嚇，因為佢時間比較長啦已經。好，呢個大家知道就好。好，咁啊底部橫盤咯，睇翻。咁啊底部橫盤，大家知道底部橫盤有咩特點咧？你睇翻呢張圖啊，講得非常之清楚噶嚇。咁啊量價同時築底，咩叫量價同時築底咧？大家要非常之理解啊！呢個要理解要非常之通透先得嘅。量價同時築底嘅意思係，咁我之前同大家講啦，量價齊飛啊，非常之好嘅一件事情，健康嘅上升嘅一個趨勢。咁量價同時築底咧，即係個交易量係最細嗰個，同時價位都係最低嗰個。咁呢個叫做量價同時築底。咁大家注意咯，有一句說話係咁講嘅：橫有幾長，豎有幾高。即係橫有幾長，即係喺呢度嘅橫盤有幾長咧，咁啊豎起身嘅時候佢就有幾高。大概咧呢個係屬於一個正方形嚟嘅。呢個話就係咁嘅意思啦。如果同時築底嘅時間越耐咧，日後上升嘅力量咧就越強嘅。呢個係必然嘅嚇。但係咧喺築底嘅時候咧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個量咧唔可以太猛嘅，唔可以太大嘅。因為如果太大咧，咁係唔啱佢呢種風格嘅。所以喺呢種築底嘅時候，最好就係個價格不斷咁樣低，或者長時間位於好低嘅位置。咁量能咧又係萎縮到差唔多係最低個位置，咁啊非常之靚仔啦。好啦，咁大家睇翻下面個圖，同大家講量價第一次同時築底啊，溫和放大嘅啊。咁啊量價第二次築底，呢個係第一次啊嚇，呢個係第一次呢個係第二次。咁兩次築底之後咧，大家睇到冇？後面嘅上升嘅力度，上升嘅空間係咪好大？一開始就同大家講，底部嘅橫盤係好值得大家參與嘅，就係咁嘅意思啦。好，咁呢個係量價築底啦。咁量價築底嘅時間越耐，咁啊日後嘅升幅就越大啦。咁問題係嚟啦。你講嘅我都知，係嘅，我都知嘅，但係幾時買咧？咁係啊嘛，幾時買係最重要嘅。咁好，話俾大家，咁呢個接落嚟同大家講買點。咁大家睇到啦，買點點樣去揾咧？咁大家都知啊，頭先講過啦，喺底部嘅橫盤當中咧，量同埋價都係好低嘅。咁喺底部嘅橫盤當中，有冇量大嘅時候咧？係會有嘅。咁好啦，第一類嘅買點出咗嚟咯。第一類嘅買點喺橫盤嘅時候，第一次出現溫和放大咧，呢個叫溫和放大啊。其實真係放得唔係好大嘅嚇，大家要睇到啊。其實真係唔係放得好大，就一啲啲咁大啫。因為之前係好細嘅，所以佢稍微放大咗，所以呢個位置係一個買點嚟嘅。呢個位置係佢買點。咁佢優勢係乜嘢？佢優勢就係個價位足夠低。即係個價位係非常之好嘅。咁有優點咧，咁啊肯定有缺點噶啦。咁啊呢個世界上冇理由優點全部你俾佔晒噶嘛。咁缺點係咩啊？缺點咧就係你咁樣買入之後，唔一定馬上會升噶喎，仲可能繼續震盪，因為你需要付出嘅係時間成本。點解咁講咧？其實有好多有技術基礎嘅朋友，即刻你又可以反應過嚟，咁其實呢個咪叫左側買入咧，就係左側啦。因為個趨勢未完全形成嘅時候，你買入，咁價位，咁佢嘅優點，左側交易同埋右側交易最基本嘅、最根本嘅區別就係左側交易就係個位靚，但係風險比較大，時間比較長。右側咧，咁右側唔使你講啊，右側就穩定，但係價位比較高，呢個係佢天生嘅缺點。好。咁啊，第二次咧係每次放大量或者放天量，即係指呢個，即係指呢個位，再回踩，注意再回踩前面呢個平台嘅時候，你可以放心大膽買入啦，因為呢個時候你冇追高噶，亦都話俾你聽，
主力係入咗場嘅，咁你嘅時間會好短嘅，短時間之內就會有波升幅嘅。咁至於後面再洗咧，再洗之後你再俾啲耐性咁咪坐飛機咁咯。但係佢嘅缺點啊，頭先講已經屬於右側交易，咁佢右側交易梗係比左側交易嘅買點要高啦。咁關於第一類嘅買點同埋第二類嘅買點咧，咁啊大家就自己選擇啦。咁如果你對風險係比較厭惡嘅嗰種啊，好討厭風險嘅嗰種，咁你梗係由第二類買點啦。我寧願價位高啲，但係穩定啲。但係對於激進嘅朋友嚟講，第一類買點絕對你可以擁有啊。好，咁底部橫盤上升之後，究竟佢可以升幾多咧？呢個仲係一個更加關鍵，應該係更加關鍵嘅問題。頭先講咗啦。咁個橫盤啦，你而家話俾我聽點買啦？但係人哋都話啦，識買嗰個徒弟啫，識賣嗰個先係師傅。咁你而家話俾我聽個橫盤之後，咁究竟我喺邊度賣咧？接落嚟要同大家講呢個問題。當橫盤之後嘅突破上升嘅高度，要睇前面有幾多嘅套牢盤。其實就每一波股價嘅下跌，咁佢一定係胎級式嘅。台階式嘅，一定唔係話嗰種水銀瀉地咁樣落嚟嘅，好少嘅，大部分都係咁啊。咁好啦，當你要升翻上去嘅時候，咁喺呢度有冇套牢盤咧？有噶嘛，係咪？咁你喺度要解放佢喎，咁你再上翻去嘅時候，喺呢度又有套牢盤咯，係咪？你又要解放佢，再上翻嘅時候，你又要解放呢一部分嘅套牢盤，你會覺得話唔係啩？咁高嘅位都有人留住，係嘅，唔信你問下你自己啊。好，咁啊呢句話係咩意思？呢句話你大概可以簡單咁樣理解成為，其實就睇下下面做多個人個力量有幾大，可唔可以食埋食晒之前嗰一批企喺山腳又好，山腰又好，企喺山頂嗰批人，究竟係你嘅力量有冇比佢更加大？如果有嘅話，咁你可以升得越高。就係咁簡單，就係呢句說話啫嘛。好啦，咁頂部咧，頂部好多時候大家都知道，頂部會出現橫盤嘅。咁後量要過前量，或者後量要同前量差唔多，加埋有基本面嘅好消息，咁先至會有突破嘅喎。但係如果冇咧，大家睇翻呢個條件係好苛刻㗎嚇。首先後量要過前量。即係呢度橫盤啊嘛，你後面嘅量一定要過前面呢個量，而且最差都要差唔多，明唔明啊？因為你後浪你要推前浪，咁你後浪個實力係咪應該同前浪你應該更加強啊？至少正常嚟講應該更加強，你需要推前浪啊嘛，差唔多都過得去啦。但係如果你話你後浪比前面個浪你嘅力量要細，請問你攞乜嘢嚟推前浪咧？好簡單嘅一個比喻，好簡單一個理解嚟嘅吓。所以如果出現咗後面有高點，但係後面兩次衝高都無量，咁你要小心啲啦。真係要小心啲，可能後邊就係睇到啦，跌無止境啊。好啦，咁頂部嘅橫盤大家睇翻呢個係屬於一個階段性嘅頂部嗱，大家睇到佢個量好大啦。咁呢度咧係屬於頂部嘅橫盤，睇翻喺呢個位嘅時候，佢個量能有冇超過佢啊？係有超過嘅喎，所以佢咪可以繼續創新高咯。所以喺頂部橫盤嘅時候，第一下同大家講，底部嘅橫盤你一定要參與啦。咁頂部嘅橫盤咧係有機會可以參與嘅。咁如果係下跌嘅趨勢當中嘅橫盤咧，你就一定唔好參與。好，依家就講到頂部嘅橫盤，大家要深刻咁樣理解啊！好，呢個就係後量一定要過前量啊！如果冇嘅話咧，佢唔會有高點嘅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呢一點嚇。好，咁睇翻頂部嘅橫盤，又係頂部行，咁大家睇到啦，呢個係屬於好明顯嚇，非常之明顯。呢個地方係屬於階段性嘅頂部，佢有量嘅，好大嘅量。咁頂部橫盤縮量，然後後面又開始放量，而且呢個放量
係高於前面嘅，所以大家睇到價格不斷咁創新高。而且咧，大家仲有冇睇啊？仲有冇睇翻均線啊？如果你睇翻均線，你睇到喺呢個位置嘅回調啊，大家睇得好清楚。喺呢個位置嘅回調，咁呢個量能係放得好細啦。呢個位置回踩長期均線嘅喎，呢度係長期均線。咁以後咧，咁啊，Ivan會同大家講一講 Ivan 對於均線嘅心得，即係我喺運用均線當中嘅一個心得。咁以後會同大家講到呢一點。咁呢一種叫做乜嘢咧？以後同大家講。依家就簡單同大家講，大家睇翻呢個係叫結果。咁有過程而點解？以後有機會再同大家講。咁喺呢個位置係屬於非常之好嘅一個介入點嚟嘅。如果你遇到係咁樣嘅介入點，你幾大你都要買翻啲啦，係咪？好，咁啊講完橫盤咯，講完底部橫盤啦，同埋頂部橫盤。咁我哋而家睇下下跌當中嘅橫盤。下跌當中咧，其實就比較慘淡啲嘅，因為佢係屬於有量冇量都唔得。點解咧？因為佢跌緊啊嘛。喺下跌嘅過程當中嘅時候咧，關於量能呢件事情就係無論你係有定冇，佢話你得你就得，話你唔得就唔得。總之你又唔服唔得啦。記住 Ivan 呢句就好啦，就喺下跌嘅過程當中就無論量係點樣嘅，你首先記得。走人要緊啊，36計走為上計啊，到最尾要同大家總結一下咯。咁橫盤升翻之後可以升幾多咧？咁橫盤有底部橫盤啦，有頂部嘅橫盤同埋下跌當中嘅橫盤，頂部又好，底部橫盤都會有機會。唯有最後一個喺呢度咧，係同大家講得比較樂觀啲啊，比較難判斷啊。其實咧，喺實戰當中基本上係冇乜機會嘅。咁頂部橫盤大家要記住喎，一定要後量要過前量先有機會。但係底部嘅橫盤咧，你唔使理佢，你只需要記住一個最重要嘅點，把握到就得啦。咩最重要嘅點啊？有冇人可以話俾我聽？如果你而家心裏邊已經有咗答案，我希望喺 Ivan 同大家直播嘅時候，你可以同我講翻。如果你睇咗我錄製嘅呢個視頻嘅話，你可以問翻我，好嘛？橫盤篇嘅成交量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一個課堂再見，拜拜。